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湾新一代的男明星柯光汉、许光汉，凭着台湾剧想要见你这出戏，伫韩国来抢红。伊9月初要到韩国的世宗大学举办2场的卖奖见面会。昨日伊是飞到韩国的仁川机场，现场大批卖奖是欢喜甲叽叽叫。韩国的媒体甚至以全新的亚洲的初恋小姐来报道柯光汉这位台湾的男明星。伫棒球帽啊，穿黑衫的打扮，高毕业手势一直手。许光汉出现伫韩国仁川机场，全场的卖奖拢真热情甲欢迎。有不少摕手机来翕的韩国卖奖对伫许光汉边啊，详细一看边啊有8位保镖甲许光汉围起来，阻止卖奖甲伊互动。不过伫过程当中，卖奖趁机会甲卡片摕互许光汉，伊嘛趁机会收来。这个画面伫韩国网络引起讨论，讲男性实在真温暖。阁有卖奖出钱伫地替宣传许光汉。韩国媒体嘛小侪报道，讲疫情了后，这种接机的状况真罕得看到。俄罗伊是全新的亚洲初恋青春明星。真亲切甲韩国记者翕相，这位记者欧罗许光汉是个性真好的少年人。许光汉因大海保险光，根据了解，9月2场卖奖见面会，才拄开始卖5分钟，就随风抢了，看得出伊伫韩国的高人气。我是李文，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记得收看52动起来，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